好，C5局依家第6局，加油加油先！好波嚟㗎！打球短波引佢上嚟，跟住打個超身球。呢球靚波啊！嗱，你用下呢啲策略咯，知唔知啊？打下人哋啲弱項。30-0啦，有機會㗎。30-15，係啦，自己調節下，啱啊，做得好啊。30-30，啱啦，打下你自己個策略，啱啊，試下做下咯，唔緊要㗎。做到咪做，做唔到你都有試過啊嘛。嗱，開得幾好啊！你啲發球個姿勢好咗好多。第2發球要改啦。第2發球要改嘅。第2發球咧，你個腳咧冇曲啊，發唔到力咯，變咗。你一冇力咧，你個對手好中意冚你嗰啲短嘅第2發球嘅。30-40，嗱，贏翻球丟時，睇下得唔得唔使發脾氣啊！你知道啲咩自己弱點，下次改咯，知唔知道？輸咗7局，7-0，係咪啊？7-0定係咩？唔係喎，你開波喎，輸6-0，輸6-0。依家第7局。好波啊！搶上網又試下變下啊嘛，啱啊，做得好啊！搶上網咪畀啲壓力佢咯，佢打到超身球咪佢贏咯，佢打埋你度嘅咪試下接咯，試下咯，咩都係咪啊？啱啊！做得好。
放鬆啲，放鬆啲。好，輸咗出局啦，最尾啦，你把握埋呢個機會，感受下比賽，知唔知道？